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林雅珊，欢迎收看6月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今年5月25号，全球卓越建设奖拄伫巴拿马举办颁奖典礼。台南市巴克利纪念公园伫环境类摕下金奖金牌。下晡代表前往领奖的副市长吴宗荣，特别选伫公园内，将这座世界级的公园献予市长赖清德，嘛甲市民分享这份难得的荣誉。下令副市长吴宗荣将这座不动产界奥斯卡之称的全球卓越建设金奖，伫领奖单位以及侪侪民代贵宾的见证之下，正式献予市长赖清德。开始这座以减量、轻量以及生态工法为关键所打造的巴克利纪念公园，目前第2期只开4500万，得以保育、保育管制，赢得全球第1名，真正足不简单。是咱用开放政府的方式啊，包括咱地方的里长、地方的乡亲、地方的社团，对这个公园要安怎去，恁有啥物宝贵意见，大家提出来参详，大家提出来讨论，啊，好意见咱就照安尼做，啊，所以咱伫这个吴副局长哈，迄个时阵的吴副局长主持的下面，甲地方个人也好、社团也好、议会也好，啊，宝贵的意见。拢纳入去思考，交予建筑师去规划。所以呢，咱不仅仅这个轻量，咱无增加起什么物件，咱嘛减量，而且佫生态工法，用生态工法安尼就对啦。所以咱会看到萤火虫、木栈道，佫有赤红池，会当互候鸟会当来伫咧遮，都是甲天然的、人文的、历史的、地理的。拢扣做伙，所以我想伊会当得到首奖的原因，应该是最主要是这个啦。市长进一步表示，市府已经第3摆得到世界级的全球卓越建设奖，今年更进一步摕下金奖，嘛证明市府的工程品质已经是世界级的水准。电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议员陈文宪伫市政总质询上关心到侪侪地方道路甲排水建设，包括将军溪丰顺道路、河路边出水口甲麻道排水等等，希望相关单位早日改善破损不足的部分。议员陈文宪伫市政总质询上关心到将军溪的排水甲周边道路建设，除了要求将溪边的杂草清除，以改善电水路塌掉的问题，也希望丰顺道路破损的所在会当赶紧完成修补。咱们溪尾迄石头愈足侪咧，含巴扎角拢伫中央啦吼。即马起来这讲做生态关怀才用石头割外口留遮侪草啦遮恁侪草这硬草啦若水来原在无采咱咧拓宽啦。这看要安怎修整交互较活咧，草小可整理一下啦，无即个都咱溪坡袂当插甘蔗，袂当下这亲像甘蔗遐个硬，无随便改倒落啦咱因为倒水倒甲真严重。将军溪这个堤岸是迄个蓝局做的。好，蓝河专局。我赶紧找蓝局赶紧来会勘，因为这若是。这真正危险啦而且这应该拢伫报告内底啦。所以这阮会赶紧来请劳局赶紧来招包商这边赶紧来做一个改善。另外，河路边出水口已经出现必顺破损，恐惊有放落来的危机。议员也希望相关单位会当赶紧进行改善。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议员林阳义伫议会质询时指出，台南市有永康甲城西2座焚化炉，城西里的回馈金每一个人一档有12000元，但永康焚化炉的所在地王行里却只有1500，相比其他的里甚至只有300块，伊批评实在差真济。
但是有两座焚化炉，分别是银矿甲城西焚化炉。伫回馈金的部分，城西里面一个人有12000多，上边500公尺，即是3600。比较之下，银矿王行里一人却只有1500，上边10里更是只有300块。台湾领养义领袂了批评，根本就是甲银矿市民当作是十等公民。阮银矿去做焚化炉呢，阮所在地迄个王行里呢，伊回去先一个称呼啦，大城西里会减城西里9倍啦，所以阮咧10等国民啊，死长啊。啊，伫焚化炉周围11里，拄啊靠着所在里剩10里，包括新华镇，阮遐一个回馈金一个300啦，一年哦。包括龙潭里、乌德里一个回馈金一年300块啊！迄当时会使讲5里的人听到回馈金300块哦，拢无法去领，一工1块，一年365工啊！还有可能无啦？阮遐真正永康市民，真正10等的国民啦。市长表示，两座焚化炉拢是用同一个标准来计算，不过可能是因为人口数无同，分配金额才会出现差别。咱拢根据同一套办法，啊嘛同一个标准，你做回馈啦。就是讲1吨200块，他拄啊林议员有讲起嘛，恁这迄个时阵争取1倍嘛，按100到200。其实城西焚化炉嘛是200块。啊，你若讲每一年编列的总金额，永康是6528万啦，城西焚化炉才6128万，所以有可能是啥？是人口的问题，就是本的人的人数若较少，当然就分较济；人数若较济，当然就分较少。市长强调，该办法的设置是过去就定好的制度，徛伫伊的立场，也无赞成回馈金采取分配的方式办理，认为应该用伫地方建设，为地方带来利益。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议员郭秀珠伫总质询时指出，以往满豆文旦一丛拢有400-500粒的产量，但是受到气候的影响，现在有的只剩10几粒。虽然政府以天然灾害救助办法提出每公顷75000的补助，但伊认为也是无够，要求提高补助。受到气候的影响，今年亲像山野、文旦等等农作物拢减产。根据中央天然灾害补助标准，文旦1公顷补助计少75000，甲本土山野的补助金额同款。议员郭秀珠感觉无啥合理，认为应该再提高补助，若无也应该伫资财的部分加补助一寡。去年拄着水灾，6了，那个剩3-4社。今年拄着寒海，所以我要伫遮甲农业局长你拜托啦，反正即摆就是中央决定的嘛，一分是赔7500嘛。我是拜托讲，是毋是遮农民嘛，真可怜啦！你即个资财看会当加补助因一寡无啦？即摆爱甲议员报告啦吼，咱所有的即个资财吼，一般来讲吼，有分做2种啦，一个是生产的资财。一个是消费性的资财啦，吼。目前来讲，咱若讲对迄生产性的这资财，吼，譬如讲防风网啊啥，咱这是政府已经算讲甲伊斗协助啦。至于讲消费性的，吼，迄种的即个譬如讲纸箱啊啥，这咱就无法度讲去甲伊做普遍的补助。这我知影。另外，议员指出，虽然麻豆转运站得到台南市建筑原野奖以及国家道外建设奖，不过周边道路却是出现真侪破损、甲小窟啊，还未少民众跋倒，要求尽速改善。这是好天的时阵哦，好天的时阵打去边安尼，咱搁着奖，边的路破糊糊，吼。你也看，拢一窟一窟，建议10几工啊，到即马还未去抢修。谢谢议员啦。对此，交通局回应，因为当地市轨的摊商希望等待市轨产期过后进行道路整修，才袂去影响运送的工作，所以预计伫6月15号过后才开始动工。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新休困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
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椰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因着热天，安怎让学生度过这个充实甲难忘的暑假，相信是侪家长拢真关心的。对此承办夏令营活动，拥有优质形象的救国团团委会，在台南市的部分，除了正式推出19项31题出的应对课程，而且为了照顾偏乡甲地动受灾等弱势家庭的学生，嘛特别推出4天免费的应对，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包括一连串以军事战斗为体验的应对等等，除了这个机会训练小朋友的体能，嘛是真好团队生活磨练。对着主办单位救国团台南市团委会来讲，类似的夏令营筹办已经累积有1组的经验，嘛成为这些人心中的回忆甲第一品牌形象。伫今年校内营队将伫7月4号到8月31号，估计推出19项31题次，嘛欢迎对国小到大专的学生踊跃参与。救国团的暑期夏令营活动即将在7月4号正式开始。我们台南救国团在今年暑假规划有19项营队31梯次。适合我们国小、国中、高中以及老师所参加的一个夏令营活动。救国团历年来，因为我们过去办理活动一个经验，以及实际上活动一个成效，很受我们台湾的家长放心。所以，今年的暑期活动，我们还是秉持这样子的一个规划的这样子一个企图，希望能够在今年暑假，所承办的这个报告班长鲁拉拉战斗营，以及我们小小远古探险家，还有我们烈火青春等等，我们国小国中生的营队我们希望能够带给孩子们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暑假。另外，张老师基金会配合救国团夏令营，嘛以偏乡弱势甲地动灾区的高中生推出免费4天3夜挑战营。我们张老师中心今年在8月13到16，在澄清湖有针对台南地区弱势的家庭，尤其是今年地震受灾户的一些学生因为我们今年有正在基金会补助的一个经费，让这些孩子能够免费4天3夜在澄清湖有一个探索自己，还有一个成长的一个营队活动。对着救国团来讲，除了一年一度夏令营的重头戏，伫成功中医等6大中心，毛鼓励中心学习的暑假研习课程，要让市民活到老学到老。台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所以有日本小京都的称号。有美容业者结合日本传统和服的出租，推出包括柜套装扮的服务，经营到半冬，就请侪观光客前来体验。来自高雄介日本文化，嘛希望体验穿日本传统和服游客特别来到台南，除了看准台南有日本小京都之称的景色，搭配发型的设度等整体造型，嘛欢迎家己装扮过程，就真享受跟兴奋。因为会想说，就是我们没有去日本嘛，然后就是在台湾可以穿到正统的和服，那台南古迹又很像，其实在日本这样子，所以想说体验就是拍个照这样子。对啊，观光客介意穿偏冬天的和服，或者是热天的浴衫来洗台南。现场有来自岛内的毕业生，希望以和服来取代毕业制服，留下无同美好的回忆。那现在的那个毕业服都是黑色的一套，这样整件大家都一样。那这边台南这边有这个和服很漂亮，想要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会想要租这种衣服，然后去参加毕业典礼。对，这样很漂亮。本身很喜欢拍照，然后又很喜欢日本。虽然现在很流行韩
国的风格，可是你知道日本的风格就是有一种不自觉的，就是觉得它是美，对。然后就是因为自己之前没有体验过浴衣，可是就是有朋友找过，就是拍类似花魁那种衣服，对，所以穿浴衣就会觉得越来越兴奋。在台南并观光的同时，原本美容业者嘛迎合潮流，对日本原装引进各式各样的和服加浴衫，同时提供一条龙服务来满足游客，嘛等于是替游客圆梦。除了就是帮客人整个着装到好以外，我们还有帮客人做发型。那其实这发型对于客人来说，他们也就是等于少了一小部分的负担呐，要不然他们穿完了衣服穿好了，结果发现好像头发少了一些造型的话，他们会觉得那我是还要再去用头发，可是用头发又要多花一笔费用，所以我们就已经都含在里面了。那像头饰的话，我们也有含。那有一些客人他们如果想要他已经化好妆，可是觉得有点不好，我们也是可以稍微帮他的补一下。经营这半档，采取牛肉的店家无啥行销，假日时平均到20-30位人客，前景看好。台南它还蛮多日式老建筑的，那它的老巷子它也蛮有味道的。那我认为说，在台南如果能有在这加上和服或是浴衣的话，其实是跟我们的景是相当映衬的。它不会让你觉得怪，它会让你觉得只会越来越加分。那我也相信说，在未来的话，一定会有更多人能接受我们这种体验的方式。假时来台南，不只是美食小吃，透过穿和服体验古岛的风情，相信有另外一番的滋味。穿和服游台南，耶！电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3D 列印科技渐渐开始应用在各行各业。屏东科技大学时尚设计甲管理系师生以中西方原住民客家等元素为主题，结合3D 列印，推出创意婚纱秀，其中也有适合男性的婚纱，带大家做伙来欣赏。创意的3D 列印婚纱穿伫咧身躯顶，搭配整体造型，无论是查某囡仔或者是查甫的，拢呈现出独一无二、古锥的一面。屏东科技大学将3D 技术运用伫咧服装设计，结合人体工学、美学、立体形态的数据，制作出马甲造型的3D 婚纱。即日起，伫咧大远东百货公司展示，希望将学术创作进一步变做市场化。将于在6月4号下午6点钟，就是傍晚的6点钟，我们将举办这个3D 婚纱的一个走秀活动。那这个3D 婚纱走秀是比较特别的一项新科技商品，是由我们屏东科技大学我们柯雪琴教授所带领的这样一个团队，然后将推出最新的一个3D 最新的这样的一个商品服饰来推荐给我们的台南市市民。那也是很荣幸跟我们台南远东百货这边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这一场的一个婚纱走秀。这个设计重点就是查甫囡仔买当穿婚纱，用水水的姿态，让大家来欣赏。我们这次设计衣是因为上半身的部分是运用3D 列印的部分，然后因为3D 列印它本身就是可以直接印出那个女生身体的那个形态之美，所以它可以直接穿在男生身上，然后可以帮助就是因为男同志想要结婚的梦想，就是他们可能以往他们在穿婚纱的时候会担心说没有胸部，然后穿起来不好看，或者是没有特别针对男性而设计的那种婚纱，所以我们这次设计的婚纱呢，就是在这个部分是男性可以穿着的。为着要让民众更了解相关的资讯，6月4号下暗伫咧大远东百货公司1楼广场以动态的方式展出3D 婚纱秀，另外静态展示会持续到6月12号为止。台南新闻网找采访报道。在地知名百货生日感谢庆，为今仔日开始到6月26号为止，全馆消费拢有优惠，而且阁要举办热情的摇滚音乐会，用满满活力来迎接热天。由喜秋啊，古水阿嬷会着牌啊来助手，这也是因食到遮尔济回以来的初体验。这届的生日感谢庆活动，流行服装上加拍7折，该百货贵宾上悬也可以让享受到满5000送600的回馈活动。
那我们这一次首7日13大银行联合做了全馆的刷5000赠200元，那名品区、大家电区满1万会再赠500，搭配其他的银行满额礼、贵宾卡等等的回馈，我们在首2日如果刷联名卡，回馈率可以高达10%。此外，我们在各波段也规划了现在很流行的夯品去做我们的卡友礼的推荐以及赠送。生日感谢庆对即日起到6月26号为止，全馆拢有优惠折扣，欢迎民众前拢选买，以新的面貌迎接今年夏天的来到。台南新闻网找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多云底渐雨，也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记录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6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6月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田雅珊，咱再会。